乡亲同到底，大家来相飞。啊，又见面了哦！哎呀，又老太家见面了啊！按掉，一礼拜按用过吼，是才懂脚。嘿啊，你好，晶体发脸吼，我觉得我的腰围会越来越粗哎。哦，整天都在想说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买什么。东多后事的。哦，太多了，太多了。对，宅配的都说啊，货太多了，他不帮我送了。哎呦，今边有传嘛给好料诶。今边吼传表演。好看的表演。好看呢，我老人讲，看到吼木柱就会跌下去的，所以就会爆开的啊！哎呦，目瞪口呆啦。好，所以你要请评审先生，等他听好看表演，哎呀，好评分。一听呢，他演的义工打开来，木柱打开来，最100块来。有一些啦，有一些。啊，如果说觉得很享受的话，就眼睛闭起来，直接睡掉。介绍评审现场啦！好啦，接下来介绍评审现场，台湾客家天字谱重点优秀妹先生，打脸音乐家唐平庸先生，汉语新传师刘英军先生。来到法典，我以为一听我来看表演。好，来到法典又劲又介的。一来看乡亲同乐会的表演，看迄个时间将来是好事的，是迄个时间再来去买东西过去。买过去，给人家的行程。哦，我又不小心说出来了，那我们赶快来看第一组的表演。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欣赏钦定的，迄讲3位评审一致通过，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哦。图书，爱你书看书，找朋友，悠悠书过微微书，是风用音牛，泡泡书，心欢喜来跳舞，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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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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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包背包背包台上冲过跳跳舞，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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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杀跳舞，金不义风筝龙。跳舞，数看数，and hey 好朋友。根本伊风筝龙不是去图书，and 你数看数，找朋友，悠悠数过微微数。是风用音牛，泡泡树，心欢喜来跳舞，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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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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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背包背包背包台上冲过跳跳舞，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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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杀跳舞，根本伊风筝龙大家来跳舞，数看数，and hey 好朋友。
棒哦！来哦，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那你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我阮道仲听子，今年8岁。8岁。 8岁哦。唐凤仪连续6年获得花仙子的选拔赛，是不是？嘿妹哎呦，嘿，嘿哦，哦花仙子哦，哎呦，童话。童话啦哦，哎呦，童我那客花仙子。家话。哎呀，哎，你学一久了呀？跳舞学多久了4个月，快要5个月了。 4个月而已。因为我以为他从很小开始练。我从3岁开始学芭蕾，跳了3年就没有再学了。为什么？因够为了学太久，想学其他的舞试试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去想。哦，那是谁给你的建议？妈妈妈妈妈妈哦，哦妈妈有来吗？有妈妈在哪里？那里妈妈是在怎么样的灵感之下？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跳舞，然后妈妈就想说，对面的小军叔叔有教街舞，你要不要去学？我就说要。哦，所以妈妈就让你去学了，哦然后学了4个月，快5个月了。嗯哦，那有没有在跳舞的时候很困难的地方？有想放弃吗？不想，不想不，想。越挫越勇，越跳越猛。因为妈妈有跟我说，你要坚持才有最好的结果。哦，我觉得从小就要有这种观念。填下父母心嘛。係啊，啊用嚟同好嚟同看你那個淑梅先生啊，嚟公平一下。天子先生感謝你哈，老客家帶出來無口嘅色彩。對你來講呢，要感謝阿妹哈，謝謝媽媽，堅持才有最好的結果。堅持才有最後嘅結果。唔過老客家真經變到懂法跳，看到人講用了童話仙子的方式呢，帶出來安尼客家人講嘻哈街舞的特色，是本大家了解。安尼客家要做到懂法跳啊哈，還有你張8歲聽，你才8歲，你張8歲懂後勇敢。面還有青蟲嘅路啊，片片的學習吧。懂勇敢。哦，哎呦，我們就繼續來看3位評審先生老師有辦法一枝同歌請嘛？給分。这样要看分数吗？意思就好嘞。还是要紧张一人家下。意思就2顆而已。唔會啦哈。3位評審先生老師有辦法一枝同歌請嘛？給分。可以啊！啊，好棒媽媽哦！笑得好開心哦，對不對？你才8歲而已耶，你要繼續加油哦。好，那我們聽下來看下一組的表演。大家好，我係劉家珍，我係馬志文，我係劉家興，我係馬志明。今晡日我會講廖天成嘅故事，當年的事係天成日，香港老故事台，水神老火神嚴家，老天當。衝浪空，黃娘娘秋蓮紗來補貼。兩人客家人出背剪甜板，莫出朋友對嘅來拜黃娘娘。有人講嘅有做冇做料到天成個，才兩人準備騎正天仙49條。黑毛出背天長地了，幾十年勞勞碌碌做打工，從前唔係。苦手講愛了天長，天長你出了衝山歌，衝出山歌心花開，快快樂樂過天長。接下來捱掉愛錯，怕好嘅，怕好嘅。
见到杜青竹丛，顿看看是蒙蒙，等到春天来出窗，怕好个叫匆匆，见到杜青竹丛，怕好个叫匆匆，见到杜青竹丛。顿看看是蒙蒙，等到春天来出窗，怕好个叫匆匆，见到杜青竹丛。送上鼓励。好，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来，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叫乜嘅名？乃係馬志明，马志明。马志文嘿那位，嘿呀，你看你露台嘿嘛？我长得一模一样哎。露台啊，哎，露台。露台。你好，你好。哎呀，偏黑吗你？你这边是谁？表妹，啊表妹啊。哦你是表哥吗？哇，你有好漂亮的表妹哦。你要骗妹。那个呢？路边捡到的。表弟，哦，表弟。这是表弟弟。哦，你好。哎，你们一家人的那个颜值都很高哎。哦，都长都清，眼到的眼到，漂亮的漂亮，基因太好了。哦，让阮能四煞上爱讨厌个廖天纯冲山歌表演不太加看哦。为什么要选这个？因为田村呢，迄客家呢，长有个节气，故所乃着爱冲山歌。哦，了田川冲山歌。你伫田川嘅迄乃一条都有冲啊。哪年冇？长年意思。长年意思。哦。所以也变因为去磨汗。啊，对不对，刘老师？呀，是个小朋友是在懂电影下哦，哈，很电影下。你们给这个讲古给他哈，哇，那个咬字清章，发音又正确。我说唔系咬的轻微搞，就会欣赏轻微搞，搞到暗好啊。哦，欣赏有耐嘛？是阿婆教。阿婆，哎呦，我本阿婆种上鼓励呀，结果都猜错了，就是阿婆啊。哎呀，很强。哦，厉害呢。好棒哦。係啊，雖然呢要發到啦，也個配起來，要愛講要愛唱，譬如話就雖然呢就會傳承嘛，嚇，所以阿婆要教，雖然就曉得講客家話，用個你客家嘅希望就會出現咯。講到有 CV 小朋友，你客家希望就有咧，有夢咧，給自己一個掌聲，我覺得好厲害。好棒啊，你們真的好棒，真的很棒，繼續加油。對，三位老師，如果你們一起按燈的話，會更棒。來，請給分。可以啊，開心了，開心了。好，跟哥哥一起，好。有高興嗎？有哈，繼續加油哦。好，跟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呢哦。한국
重赏鼓励。欢迎团长，欢迎那个法联的合唱团哦。是吗？大家甜心，欢迎我们的杨导团长，两位主持人好。太家好啦吼啊，真无简单呢，唱完多少吼？对不起，俺唔会合讲音。安尼吼啊，去抹菜大宋。所以刚刚那个问稿是练了很久了，是不是？比那个合唱团还要久。比较难一点。团长，请教一下哈，为什么会想用《杭沟》这首歌？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这首歌的意义就是说，一个人从小哈，在一个乡村长大，然后到外面去打拼，对，打拼的过程哈，可能有很多辛酸呐，但是最后可能到老了，还是想到以前的那个杭沟的路啦，对对，我觉得听得好，走过的路，很感人，然后搭配那钢琴是谁弹的？我们一芬老师，赖老师，这个你那旋律啊，都把我弹哭了。会想到，今天有能够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或者是在相处在这个同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空间，我认为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回忆。然后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座今天，包括观众朋友们，你我他。大家都要互相珍惜彼此，所以在你们的 vocal 里面，你们的声音里面有温暖，有温度，有冷调，有暖调，有你们自己的故事的每个人的背景感觉，所以真的这一段让我们大家有感动到，对不对？哦，同感通。是不是有勾起你们很多很多的回忆？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所有的喜怒哀乐，在《杭沟》这首歌里面。尤其喺来到那个法联，看到那个法联跟客家合唱团唱的这首歌曲，尤其是搭配这个钢琴的旋律，会想到很多的故事。是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哦。对。这一段我会好好的放在心里面，谢谢你们的杭沟，谢谢大家。对，好，这么感动。彭老师，你也快哭了吗？非常感动啊！大家好，大白堂我啱啲相信重购从啱啲客家歌就请心里请欢喜你们唱那个这首《行过》音色优美，非常的艺术内敛的表现。还有很棒的是默契佳，这时候没有指挥他们默契居然这么好，然后表情丰富那另外一项呢，我就必须要强调了，这个花莲就靠你们推广客家歌传唱然后呢，让我们这个用歌声来服务我们的乡亲恭喜大家，我们会持续，谢谢，加油，好不好？加油，期待你们会越来越好。好，我们会努力。好。咱要看分数吗？我看还是看一下喽。意思就好嘞。还是要紧张一下。意思就2颗而已。唔好啦老师请给灯。向3位评审请上。哎呦，谢谢3位评审，谢谢团长，来，我们的奖金。法联客家合唱团这个是国际水准之上的。国际水准之上谢谢评审的肯定，谢谢主持人肯定。尤其喺台下嘅观众朋友，听到如痴如醉，想起我的很多故事。真的懂好听。相信观众朋友，你们这个时候一定迫不及待想要拿起电话，急急来报名嘅哟。哎呦，冇错，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还有今日嘅表演者，电视机可请嘅观众朋友嘅收看哦。乡亲同胞的，大家来相比，下次见。